所以这场比赛呢，咱台湾队输去啊，大家心情拢无介好。咱这个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马上发表讲话来听看卖啊，会长安怎讲？再接再厉啦，球是圆的。那我想刚刚我遇到好多球迷哦，大家都还是保持着乐观，那全力来替我们的选手加油。那反正比赛就是这样子嘛，会有赢会有输。那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3场比赛，我们持续的加油。Yes. 那胜负还未结束，比赛还没结束诶啦。无唔对啦，就亲像会长讲的啦，第一场输啊，不过所来的比赛嘛是继续拍拼嘛，请各位观众继续为咱台湾队来加油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